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职棒味全龙队人气真旺的啦啦队员李德辉，讲要甲人搬电影，讲要伫个辛亥隧道这出电影，甲徐若瑄来演一对母仔囝。伊的经纪公司是低调来回应，讲感谢大家关心，嘛请大家注意到后续的动态。 今天的我的目标没有喊完。无伪装将镜头穿一束困衫，轻松打扮，心情嘛super不离强。李全龙啦啦队查某囡仔李德辉进前才挑战老花机翕影片，才过无偌久，听讲伊要搬电影。怎么样？有点可爱的感觉，对吧？好，但是我的家平常不太乱，但是最近很乱。来台湾发展2年时间，李德辉讲话起愈讲愈认同，伊嘛总算踏入影视界，传出伊的搬电影《辛亥崩坑》，卖和演员是预算合作，两人伫咧戏内底搬一对母仔囝，有影无影，经纪人接着回应，跟他讲多谢大家关心，还搁再公开新消息，并无正面澄清，认真啦啦队转战搬戏，早着经历。讲我拢足假，是，我唔那假，我规身躯从头到尾哦，拢足假啦。有8点档女性风荷的谢金兴，要是中华队加优队的成员。2016年开始翕乡土戏剧，渐渐拍开知名度，落尾直接退队改做演员制度，将做新一代啦啦队成员转型成功的代表。就有关系。联盟影集此时此刻和林碧宏有亲密对手戏的，就是中信兄弟啦啦队队员坤坤。这几年搬真侪戏剧的角色，手头嘛也有主持工会，看出啦啦队成员校长兼讲清，唔那伫咧球场跳舞，戏剧主持嘛有2部7，有影是好厉害，红高侠真正无简单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